紫薯碎片大危機。首先就係我哋嘅夏日時裝啦，因為夏日時裝全部都會返場，每一個係12888碎片啦，咁再加嗰個紙瓜係3888，其實你哋要諗下，你哋呢一度已經係使咗一筆好大嘅錢。之後就係週年慶嘅限時金，係都係12888，再加嗰個配套紙瓜啦。咁入點試，我覺得今個呢個比較值嘅，又係全新系列嘅時裝啦，有複入小丑嘅金皮，但我覺得呢一個呢就好似有啲笨重，所以唔建議大家買。七夕節嘅時候都會返場心理學家同埋病患嘅金皮，所以都要記得儲錢。9月份嘅金皮啦，除咗會返場小提琴家，仲會有個全新嘅限時金，所以都要記得啦。萬聖節嘅時裝都比較多，所以你哋都要記得啦。仲有全新嘅限時金。感恩節會有一大批嘅時裝返場。下年2月會有2個限時金同埋1個限定金，仲有部分嘅限時金返場，仲有金掛喎，真係好多好多。情人節暫時未確定，估計會有紙掛同埋金皮會返場，大家都要記得努力賺指數。名副獎會喺2月、1月嗰度上架嘅，咁亦都會有4個角色啦，咁但係都係長樹，所以都唔建議大家即刻買。個人覺得今次呢，其實因為比較多嘅項目呢，差唔多都要50幾萬嘅碎片，所以都要謹慎咁考慮你要買咩。